歡迎大家收睇新一季嘅 X 檔案，我係你哋嘅 X 探員。今日要偵破劫秘嘅樓盤呢，就係呢一個正正喺珠海口岸，每次返大陸都會經過佢，但係又起嚟起去都得個框嘅世貿港珠澳口岸城。對唔住啊，應該係話爛咗尾之後改咗名叫中國人壽未來城先至啱啊。咁正所謂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呢？好地地做乜要改名啊？接咗手之後呢，所有配套都冇晒。二期2年前開始已經話要封外牆、封玻璃，封到而家都未封到。颱風啦，更加之高風險啦。一期嗰啲樓盤啊，單位呢基本上以前一間細細地嘅成150萬一間期樓啊，而家要90幾萬一間，80幾萬一間，現樓都冇人要啊！集集都同大家講踢爆咁多經紀啊關於樓盤嘅黑幕問題。如果你都仲係決定要買，又唔想俾經紀人賺取佣金嘅話呢，立即 WhatsApp 以下嘅號碼呢，發送3條6666啊 ，Xman 呢就將會將你目標樓盤嘅一個機密檔案係 send 到去你手機噶啦。喺我哋呢個頻道上面呢，就只會有人幫冇人 sell 噶。承諾呢係簽約之後呢，7日之內呢準時回贈翻呢個佣金俾你啊！你以為關口就唔爛尾啊？就偏偏就係橫琴關口爛完尾呢，就到呢個港珠澳大橋關口又爛啦。以估算呢，開發商所講嘅1個月至少有1半日子出租呢，呢一個港珠澳口岸城嘅單位45平方為例呢，可以租到當佢中位數1晚呢就係150蚊啦。15日啊，即係有成2250蚊嘅一個租金收入，2年呢就係呢個54000啊，大嗱成5萬幾蚊，買多棟樓嘅首期都喺度啦。呢條數由邊個補償翻俾業主呢？當時候成交嘅時候，合約上面寫到明呢，延期1日呢，政府就會有翻呢個房款嘅1/1000所謂嘅滯納金賠償。有冇業主曾經收到過1蚊雞呢？咁我買呢度嗰陣呢，就係2022年咯，疫情嘅前期買咯。我記得當時嗰陣呢，係一個 agent 啊，即係亂打亂撞咁打咗俾我嘅，就同我講話珠海呢邊呢個關口通關咗之後呢，就好有價值，同埋好有一個發展能力，亦都係一個大發展商。咁當時咧，我都諗住係過嚟睇下啲大陸樓啦。咁我過到嚟咧，我覺得個位置咧都 OK 嘅，因為近口岸啊嘛。買嗰陣咧個價錢咧就係280萬左右啦，就2個單位400幾尺細單位嚟嘅。咁本嚟打算咧通關後啦，就攞嚟租啦。咁然之後就一間攞嚟自己住啊，翻嚟大陸玩啊，都有個落腳位啊嘛。咁點知後面啦，唔對路啦，喺網上咧就出咗好多啲公寓啊，唔住得人嗰啲片啊，咁同埋屋企人啊，當時又係咁叫我去退款啊，咁我都試過聯絡咗我個 agent 嘅，咁但係最終咧都係就退唔到，咁我心諗唔買都咗啦，估唔到真係瀨嘢啦。就係到交樓嗰陣咧，就冇人通知我。當時咧，亦都係出咗好多啲新聞，好似講恒大咁出咗事啦，都好擔心啊。結果真係連我買呢個咁大嘅發展商嘅關口物業都出咗問題，佢就拖咗1年又1年啦。咁我每一次都去揾呢個 agent，咁嘅話咧就同發展傾，咁嘅話佢次次都話係2個月後啊，依家開始封玻璃啊，依家又開始裝修啊。到最後我問佢嗰陣，個 agent 一係唔耐煩咁，咩事直接去揾律師去告發，唔關我哋事㗎。咁我買嗰陣咧，個 agent 咧就同我講話係個月都係有保底收益啦。咁但係合同咧就寫住嗰個交樓時間咧就係23年嘅年底嘅，即係12月嗰陣嘅。到依家啦，2025年啦，拖到今時今日啦，都仲係收唔到樓。但係嘅話咧，我係每個月都係供緊月供㗎喎。咁諗住以為關口呢個位置，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好穩陣啊，唔會輸啦，個位咁靚。真係到我依家收到啲消息，就係我套單位個係跌到1半啊，都仲係冇人要。咁買咗呢度，我覺得真係人生嘅最大嘅一個錯誤咯。不過講下又講啊，佢樓下啲車位呢又好似冇乜問題喎，位置都係幾唔錯嘅。行路翻關口呢，小弟實測過呢都係幾分鐘距離啫。咁而家呢，仲多咗咁多港澳車北上呢，車位又的而且確係投資都唔錯噶。探員我所調查所知呢，呢個樓盤賣咗咁多年呢，一期都仲係有啲貨係未賣晒噶。2期都仲係大把貨啦，當然。咁重災區呢，一定係呢個目前拖咗成3年，延期3年都仲未交樓嘅2期樓盤單位啦。
咁啊，以前咧就聽啲經紀人介紹咧，仲話咧會起嗰條乜嘢雙 Y 通道嘅。咁我都翻查翻呢個新聞咧，原來內地咧都係講話研究啫，係有呢個想法啊。不過咧就唔係要起嘅。咁啊，所以本人咧就極度懷疑呢條橋咧本身係冇嘅，就靠啲經紀人吹到有嘅啫。大家睇翻新聞啦 ，TVB 無線呢個靚女都話，今年咧呢個深珠通道咧就係會動工噶，咁啊接駁到去珠海嘅唐家灣嗰邊噶。咁呢一條咧深珠通道咧，起碼冇10年8年都搞唔掂啊！仲雙乜鬼 Y 通道啊？起到幾時啊？有錢啊，都幫啲苦主啊起翻好過二期嗱嗱聲交樓仲好過啦。同珠海嘅深珠通道前期工作有望今年內啟動。呢一條通道落成之後，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第一條公路同鐵路兩用跨海通道。咁到時兩地嘅車程將會由而家嘅個半鐘縮短到大約半個鐘。粵港澳大灣區近年有多項交通基建項目陸續落成，舊年連接深圳同中山嘅深中通道正式通車，而被視作對珠江口西岸城市發展有戰略性意義。來往深圳同珠海嘅深珠通道規劃公佈多年之後，前期工作有望喺今年更進一步。今集就到呢度啦 ，X 探員咧會持續為大家偵破更多大灣區唔同樓盤同埋經紀人手段嘅一啲影片啦。想繼續收睇嘅朋友咧，就而家即刻撳着影片下面嘅免費訂閱掣，同埋開埋旁邊嘅一個小鐘仔。最緊要係分享埋俾其他朋友同埋屋企人咧，防止佢哋買入呢啲問題嘅樓盤，仲要支付巨額嘅佣金俾經紀人。有咩問題或者樓盤咧想我哋俾到意見嘅話，歡迎喺下面評論區留言，我哋會盡快回覆。下集再見。